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日前被约讯马英九涉弊案法官的陈淑明，在今日透过单局，甲总统蔡英文讲要辞掉监察委员。美国居然搁日昨经过台湾海峡，这也是台湾大选了后头一摆经过。另外，也有专家讲，中国早就无望韩国瑜选调。在今日大学学测是头一天，13万的学生今仔来考试，今年的题目有较生活化。在日前，监察委员陈淑明被约询判马英九涉弊案无罪法官，却引起法界反弹。不过，真也有听到讲，陈淑明透过单局，甲总统蔡英文讲要辞掉伊的职务。蔡英文也只是讲爱甲留，不过也是尊重伊决定。陈淑明向记者表示的时阵，讲辞掉职务的理由，唔单单是约询案而已。监察委员陈淑明计划约询判决马英九牵涉涉弊案无罪法官，引发超过80法官联署，反对侵害独立审判司法核心。司法院长柯宗力也同为反击，引发讨论。面对法界不满，传出陈淑明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请辞。对此，总统府方面表示，陈淑明有透过秘书长陈桥向蔡总统表达辞职的意思。总统呢是只是说表达未留之意，也希望他能够做完本届任期哈。但是呢，也会尊重他最后的决定。目前总统府还没有收到监察院正式送来的相关文件。记者访问到陈淑明，伊表示个人气流无遐重要，请辞的成立已经决定，却是对请辞的理由无愿意加说明。联合党陈淑明调查约询法官案的监察委员高永成是强调，依照监察院规定，若是党委员无法度再继续调查，就有接手的可能。就是也不一定是他们的问题，但是那些话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讲没有讲，因为不能这样子，所以算了。这种事情就是有一些话不说比说了好。整个的状况其实都还不清楚的情形之下那后续会怎么进行？第一个，我们调查案件也要保密啊第二个就是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跟调查官有进一步的讨论，所以没有什么新的进度可以跟各位报告。就原先大动作来反制陈淑明的法界联署，伫知影陈淑明提出辞职了后，也无爱讲什么，只是回应尊重。对于总统跟监委的决定，我们尽表尊重。就陈委员请辞一事，司法院没有立场表示意见。由监察院17号为年度工作检讨会，陈淑明规工参加会议。事实上，陈淑明去年底才动手术，甲倒边的耳仔顶面恶性肿瘤化掉，身体健康因素也可能成做请辞的原因之一。根据了解，陈淑明办公室已经开始伫款物件，也伫下班进前完成依赖辞职程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监察委员陈淑明自院上任以来，就一直有争议。之前佫话讲爱特赦陈水扁，最近佫因为马英九涉弊案的法官引起法界反弹。陈淑明煞雄雄讲要辞职，外界也看做讲是甲蔡政府的施政分数保掉咧。过去作恶、为非作歹的，就是蓝的嘛。那所以你现在不办蓝，去办绿吗？就任之前就先对法官宣战，发做总统府秘书长的监察委员陈淑明，对方提名开始就一直有争议。那也批评伊政党的色彩相重，尤其是捌公开表态要向前总统陈水扁请别，嘛方批评是干有司法。让阿扁能够清白，能够还他的话，我觉得是作为监察委员一个不可旁贷的一个责任。陈淑明就任了后，第一站调查事件，就甲扁案有关系。调查2009年司法节庆祝大会，批评考试前总统陈水扁的舞台剧是糟蹋人权，但是最后方要求回避调查，嘛对袂少议题表态，亲像是促转会进前的张天钦事件，陈淑明就伫家己的网站公开挺张天钦，认为伊对侯友宜的督教无毋对，毋过上互人注意到的是对前总统马英九涉弊案判无罪不满，讲要约询承办的一级审法官，引起法界反弹。全国法官甚至个公开联署反对，要保卫司法独立。他们只是靠这种人多势众或者这个所谓的联署啊之类的话，那个只是加深我瞧不起他们而已。陈淑明经济辩讲话拢真险，甚至个要求法官公开辩论。洪批评是超过监察权，检证检改发言人虽然无评论陈淑明请辞，但是希望监察委员未来拢会当注重司法独立。也不能感谢他，就只能尊重他。后面接案的其他监委也希望都能够
就是严守这个分级嘛。台湾人权进步协会是认为讲，检察权毋是完全袂当卡着司法权，但是爱特别谨慎，嘛袂当无限度。陈树斌捌互外界质疑，是总统蔡英文利用来控制司法。虽然陈树斌捌表示无要紧，但是伫选后煞随清时，互看做是蔡政府伫选后替争议事件设的停损点。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用自民党党魁身份亲手写字句，甲总统蔡英文祝福。蔡英文也希望讲，伫新的一年会当强化美国、日本、台湾的合作。AIT 处长李英杰也用到真正朋友做真正进展，加做2020年 AIT 的主题，也强调讲未来会甲台湾做伙拍拼。另外，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也讲，美国会继续维护台湾国防武器。总统蔡英文接见日华议员昆丹会，会长国务归属访问团，国务嘛提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用自民党党主席身份所写的批来恭喜蔡总统成功连任胜选，嘛显示台日关系真好。令和2年，在这个充满崭新机会的一年，我们希望可以跟日本针对包括经贸交流等各种议题加强协商，并且促进合作，来创造台日双赢的局面。蔡总统期待未来会当继续强化台湾、美国、日本的合作谈判关系。AIT 处长李英杰17日发表美台人民关系对谈，强调讲过去1年美台合作计划是真济，伫咧开放的印太地区嘛是天生的谈判，嘛甲美台2020的主题定做真朋友、真进展。We do not define our interests solely in terms of dollar signs or how well they conform to global trends or views of the day.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sincerely invested in each other's successes and in forging a shared future together. 真朋友，真进展。蔡总统顺利连任，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召开研讨会，探讨大选了后敢是去影响到两岸的关系。有专家直接点名中国，其实伫咧去年秋天就停止5万韩国瑜的胜选，嘛评估香港反送中运动确实会影响到选情。Assessment of the election was accurate, and although mainland is disappointed, but is not surprised. Consistency of mainland'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s exceedingly strong. 孙文表示，中国目前无打算要用武力统一台湾，或者是甲美国开始军事抗争。即马这个阶段也是甲武力当作是强悍的手段，摕来吓咱台湾。美国国防部前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史瑞豪嘛是同款的看法。中国对台湾的战略未有受大的改变，嘛指出中国不愿意甲蔡英文坐落来对谈嘛是一个错误。评估美国以后也是会继续对待军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军舰伫昨搁再经过台湾海峡路，这是台湾结束大选了后，美国军舰头一摆开过台湾海峡。美国飞船巡洋舰希洛号昨日经过台湾海峡，引发注意。这是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了后，美国军舰头一摆开入大海。美国第7舰队发言人讲，这项行动符合国际法，也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行动。美军有一艘作战舰在昨天从台湾的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向北驶。美舰经过台湾海峡是执行一般的航行任务。美国军舰开入大海，敢若去年就9摆，沿讲每个月拢有，而且拢被公开。英国海军参谋长拉特金15出席印度随行立地位时就讲，有必要结合民主国家，共同维护印度太平洋区的特殊甲航行自由，支持大海自由航行权。We stick to our principles, and that has been evidenced by the way that we have support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the way that collectively we have all support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rough the Straits of Taiwan. 国防资源甲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志云讲，美方即摆派出的飞船巡洋舰希洛号，性能上用有效压制中国的飞船攻击，有合作的作用。它的防空能力可能更强一点哦，它有112G 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应对更多的饱和攻击哦。那这相较于中共，它在2019年展现了所谓的 A2AD 巨值的战略，它所展现出来的武器的话，美军这也是在展现一个军事讯号。苏志云也分析，这摆总统大选充分展现台湾人民在民主维权的实力路口，向中国公布意志。台湾坚守民主堡垒，也引起日韩欧美这国家重视，共同防范中国实力渗透。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伫这回大选是由民进党搁再摕到执政权。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一方面是甲一国两制打真硬，另外一方面也有共性措施。亲像天津市又推出46条措施，看敢有法度吸收到台湾人才甲资金。咱的陆委会也提醒民众，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已经遇到问题，若准备去到中国发展，就要详细思量。总统蔡英文成功连任，中国对台继续实行两种战略，一方面态度打真的坚持一国两制，一方面各用利头来声台湾人。拄2018年2月份，中国对台31条措施公布，下问上海等等9个城市小连续对咧做。2019年11月份，中国阁宣布对台26条措施，天津市即届嘛有13公布46条对台措施，这是大选了后头一波对台政策，强调讲提供台湾企业、台湾人民，甲中国人民有同款的待遇。陆方就是不断的吹捧它的优惠台湾青年的措施，却避谈在中国大陆发展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跟经济隐忧。那这部分只为了统战，那么却罔顾台湾青年的权益，可能也要关注这个事情。陆委会嘛提醒，要去中国投资甲读册有一定的风险，若是一国两制伫咧香港嘛，快会出危机。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15公布台湾议题民调，香港人对台独的支持度头一届评撇有要4%受访问的人赞成，有3%9%的人反对。香港学者分析，这嘛反映出香港人对两岸甲一国两制的想法已经改变。有一方面是香港大半年来的这个反送中的运动，引发了非常重要的抵抗中国的情绪。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的选举令很多香港人跟民进党的这个有一个比较多的认同感。台湾独立好像也不是一种像过去不可接受的立场。马甲指出，若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佫无改变，香港抗中的情绪也是佫会继续，嘛会佫较认同民进党，转来去认为讲香港甲台湾是命运共同体，对两岸统一的态度会佫较保留。若是香港警察按算要引进电击车甲盲测来对付反政府示威的行动，香港政府保安局是支持嘛，引起反民派质疑。互警民对下气氛提悬，香港警察嘛对定伫咧19开始的天下制裁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活动发言人刘延康表示，会继续提出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的学历测验在今仔日马在这2日来举行，今年报名人数是133000人，比去年减少5000多人。另外，还有18000人是来订考的，这订考的人数也是5年来上较侪。台北市天气转冷，不时阁落着小雨，未少参加学测的考生提早出门，无到8点就到考场。作息大概就是调整成早睡早起这样子。搁看一下功课，也有考生确认手机敢是完全关机，因为今年新规定，若讲放伫临时考物件所在的手机发出声音，扣减迄科3积分，相当可能0分。他就提醒我们要关机，然后尽量不要带进去。今年是学测必考5科改选考的第2年，大学定选入学上济只能采集4科，总报考的13.3万名的考生内，5科拢选考的有6.36%，选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的1.35%，选国文、英文、数学社会的2.1%，只选国文、英文、数学的0.4%。因为我是社会组嘛，因为很多自然组其实他们还是会考社会科嘛，就是因为他们社会科可能只要复习一个礼拜，他们可能拿到的分数可能至少13级、14级这样子。那相对我们复习自然科的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大。我是去掉自然，我是社会组的这样。你的考量点在哪？我的考量点在，因为我没有喜欢的，在自然组我没有喜欢的科系这样。其实今年报考学测的人数比去年减少5000多人，也毋过将近18000名的非应届考生，占总数将近13.49%，是近5年新高。就是想要换跑道这样。补选制这件事情是可能是在这个重考生里面在考虑的，就是他要选择一些特定的科目来重考，以及特定的科系来申请。中考生明显增加，每7个考生有1个人是中考生，原因是啥物？代课中心主任张茂贵讲，问考生上清楚，也毋过这会当假设考生对未来出路理想的学系有更较明确的期待，所以选择中考。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的学测在今仔日是考英文、国文的选择题，也有社会科。有学生囡仔讲英文较歹写，不过也有老师讲题目真生活化，阅读的理解能力是关键。另外，国文的部分有老师也认为讲，今年的题目比英国更加好，对读4册囡仔会较吃亏。
英文科考到11点，台北市师大附中考场真少数考生提早到考试单。接受访问的自然组考生讲无好写，尤其最后的作文看2张违章周年庆的照片，来讲到场景甲事件发展，上不离久。我也没有全部写完，可能只写第一段，大概应该没有100。有自然组考生感觉无考好，不过也有社会组学生认为讲对白程度拄啊好，较难的是在综合测验。而高中老师是讲，拜一正校群恰力疗效，生活应用甲时事对白是较多，整体来讲具有鉴别度。关键是在阅读的理解力。怎么难法哦？看不懂比较多。国文科更加受到高中老师肯定，认为设计比往年较好，真有鉴别度。那回归文学本质，文学性的倾向也强。高队队组依然是评量重点，其中结合了要求品食谱、飞腾达图，也有影响食物致癌因素表，是上界精彩跨领域素养对白。那3种文本组合，那我觉得文学啊、生物影响疾病防治，就是真的很推陈出新哦。因为都是白话阅读比较多，然后古文的话就是课本上都有教过。最后考的社会科历史处在多元，国策分布平均。地理出现识读图表资料素养题，公民选择瓦管鲜花、倒绘图、山难收集费用拢有。很直接就可以找答案。题目其实很直白，题目就写得很直白，就直接写就好了。社会科老师指出，107学测照3科合科队组出现，今年统计队组试题已经超过一半，显示考生未来学习社会科的时阵，必须学晓串联观念，并且读得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市的市长韩国瑜伊所推动的爱情摩天轮，正有美国、加拿大2间厂商要来提案。不过市政府表示，交通部拢无核定土地开发计划，害因无法度招标。台湾港务公司却是认为讲，厂商爱送更较详细计划来互因看，若是效益看袂出来，是无法度公告招商的。坐船伫高雄港现场勘查场所环境，伫无一个美国人18设计过环球影城、乐高乐园、法拉利世界等世界有名主题乐园的 JRA 公司负责人，伊个8号到11，伊看过高雄港的历史暗头甲夜景，确定加入投资团队，希望伫高雄港开发一座相关摩天轮园区。他来做最后确认，那他确认完没有问题之后，他就亲笔签了投资意向书，交给了我们现在的高雄市政府。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阶段在专业部门、专业公司的角度，设计没有问题，资金方面有问题。设计公司甲投资团队共同送予高雄市政府投资意向书，想要为高雄打造爱情摩天轮。不过市府表示，虽然甲港务公司共同组成土地开发公司，要开发高雄港，不过土地开发计划一直无核定，专案无度招标。土开公司、港务公司跟我们都发局之间已经成立了，签了一个20公区，就是希望把这个港区的土地做有效开发。但是交通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核定。港务公司认为，土地开发公司到即阵无收到厂商详细开发甲营运计划，在一切还未明朗进前，自然无度直接招标。如果业者有这样的投资的一个意愿，需要用到港区的土地的话，那可能要请这个业者这边提出，就是说土地的使用的一个细部的一个计划。市府希望直接公开招商，结果经详适合厂商。不过港务公司也强调，港区开发厂商应该以土地开发公司为平台，临时敢若甲市府来接洽。记者综合报道。一个细龄的台湾查甫人，去年10月伫香港共抢劫了后，随走转到台湾，检警伫去年底又甲伊抓到，在这个月17，台中地检署甲伊起诉，法院会继续甲伊押审3个月。不过香港警方说讲，台湾甲香港无司法互助，无法提供相关的犯罪资料，防抢劫的香港店家也是同款，无要插台湾的司法单位。今次去翕到细粒的嫌犯伫咧新加坡抢劫的画面，而且嘛伫咧日本使用同款的方法。去年10月份，这个细粒的嫌犯佫一届伫咧香港旺角先买一支黑色的空气枪，过当天10月初6去锁定的表仔店来抢劫，成功甲香港钱超99万，差不多是新台币389万的 Rolex 手表2支抢走，而且伫咧迄天下晡就随坐飞机登来台湾。台湾警方是伫咧去年11月11抓到细粒的查甫人，今年1月17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检察官呢，依照现存的证据，向法院这边来提起公诉。法院接续将林先生羁押。
这个案件去往合作台办担当家，主要是因为香港警察用无司法合作做理由，拒绝设立的嫌犯犯罪所证，而且被害点头到今嘛无愿意回应台湾检警要求影像还有损失伤害等等的证据。毋过检方表示，因为警方犯罪无引导的原则，若是台湾人犯罪就有管辖权，香港警方的做法伫司法上是无必要的。香港并没有法律可以容许香港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刑事司法协作。证据其实应该就存在在香港，那这个风险呢，在我们专业上认为是不必要的。多国家呢，对于能够说出相互起的证据都应该有共识啦。可是某些层次呢，可能会有政治上的考量，会有迟缓，甚至说有不理不睬的情况之下。法务部指出，过去两岸三地司法案件，真侪件拢调伫咧无司法合作的问题。毋过台中检方有信心，犯罪行为人终归尾也是会当以台湾的法律审判，而且定罪。未来继续甲香港检警来沟通，若是涉入的嫌犯，日本甲新加坡等等所在无司法合作协定的国家，所牵涉的案件，嘛会透过相关的法律合作行为，协助被害人来和解，保障原本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18位民众参加自强旅游去到以色列佚佗，想要到煞控告旅行社，讲因开20万食歹、困歹，甚至插管买物件，险佫害因渡水发生意外。旅行社讲有伫咧协商啊，社保官也讲，若总有违反定型化契约，消费者会当要求赔偿。18位的消费者伫旅行社门口来抗议，因讲去年10月到以色列12天的旅游行程，却是一个真惊吓的过程。巨匠旅游赚取暴利，巨匠旅游赚取暴利。据游小姐伫参加时漂浮行程时食水，伊回想当时恐怖的过程一直哭，认为旅行社的领队当下无处理问题，事后旅行社嘛无咧甲伊过门。我踩不到底，可是我一直在呼喊，救生员没有来救我。到现在为止，连句对我道歉的话都没有。除了这个以外，因讲对外宣称一天180美金价值的沙漠星空屋的行程，嘛无符合广告面顶的宣传，互因带个非常的紧张。他针对我们说那个星空屋，他只说就是因为饭店人员来不及处理，这种价格不应该是这种品质。另外，还有团员嘛指出，旅游过程任意增加买物件的行程。台湾就质疑，一天1万外块台票的以色列旅游，价值已经比东亚阁较悬，但是品质却甲因广告差伤济。对这个问题，巨匠旅游嘛已经派出台中分公司的人员出面来解说，因讲已经协商过一届，过年了会阁进行第2届协商。对于观光局要求修正改善的部分，已先行处理完毕，会在台中市法制局再次协商。台中市消保官只是指出，这个消费纠纷，旅游业者若是提供服务甲广告差伤济，已经违反定型化的契约。至少也要符合他在自己的那个旅行社在外宣传的那种星空屋的一个等级。有一些行程其实改成了那个购物行程。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他业者可能就违反了那个旅游定型化契约的约定的要求。消保官嘛提醒民众，接落来就是过年假期。民众旅游过程若是拄到相关的纠纷，一定要做好正义的保全，才当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英国的 Henry 王子甲伊某囝宣布被退出王室，无爱做皇亲国戚了后，16是头摆出现伫公开场合，伊先去看囡仔的橄榄球比赛，佮替明年的橄榄球世界杯比赛抽扣啊，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摆用到王子的身份来执行公务。寄出北京汉宫哈利王子甲儿童橄榄球选手见面握手，这是哈利甲夫人梅根宣布要卸任英国王室国籍成员了后头一摆出现。伊先看儿童橄榄球联名的比赛，了后佮主持2021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抽签仪式，佮甲21个参赛国家的代表见面。Not only do I continue to see sport actually changing lives, it's saving lives as well. So I think for me and many from you guys as well, certainly everybody in this room, whether it's rugby league or sport in general, everyone, given the opportunity, everyone, it needs to be in everyone's life, if possible.
除了这个活动，英国当地15号嘛放出一个宣传片，和拍拼推动受伤退伍的阿兵哥甲服务人员参加的英输不败运动会哈利王子为今年的比赛做宣传，嘛宣布后一届比赛会伫2020年的德国举行。This year, we are heading to The Hague, where I'm delighted that we'll be joined by 20 nations for 2020, as Belgium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in the Invictus family. In 2022, the Invictus Games will travel to a new country. 因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伫13号讲要尊重支持哈利王子翁仔某要过新的生活决定。外界认为哈利王子16号的行程有可能是伊设定英国王室的国际成员身份进程的最后一届王室的公务行程。了，伊会甲家后梅根伫英国甲加拿大两个所在生活，经历几个月退出王室活动的过渡期。记者林世彤报道。伫欧洲巴尔干半岛顶头的城市，因为拢用涂炭去发电，所害空气污染真严重。另外，伫德国说是在2038年要甲涂炭发电厂关起来。在企业的部分 ，Microsoft 是启动10亿美金的气候创新基金，讲要来抢救因过对环境的伤害。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天顶蒙蒙蒙，民众发出嘴甲鼻拢爱黄掉的。波斯尼亚首都萨拉耶夫情况也真歹，大部分的人目头角角看会出来垃圾空气，互大家心情拢就无好。巴尔干半岛有60%的居民因为负担不起更加环保的室内暖气机，用烧炭烧柴久烧。北马其顿、斯科普里、科索沃普、利斯提纳也拢列伫世界10大污染上严重的地区。联合国环境报告指出，西巴尔干半岛居民平均寿命减少1.3年，强烈建议禁止老车制造二级废气，更加严格控管工业甲发电厂气体排放。德国总理梅克尔甲近来生产涂炭的各省首长达成协议，将造成污染的涂炭一步一步换掉。2038年前将关掉烧炭电厂，受影响地区劳工甲企业将得到400亿欧元补助。Was verbindlich aus Atom und Kohle aussteigt. Und es ist auch ein wichtiges internationales Signal, was wir damit senden. 1月7日，宣誓就职目前展开外交访问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16日捷克布拉格甲中欧4国总理会面后表示，奥地利并无打算接受欧盟提供的一条欧元协定计划补助金，因为这甲因国家支持再生能源的目标相违背。中欧4国对此拢表示尊重。波兰目前由愿以烧炭发电为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高度瓦克协同发电，并且计划扩大发电以减少碳排放。奥地利过去对此一向坚决反对，并且表示欧盟补助发电核能应该爱符合会员国的共同利益，并且强调核能并不是再生能源，也是解决全球气候环境变迁的上好方法。微软公司昨日宣布，为了减少碳排放，希望会当伫2030年做到将大气中的碳移除设备释放较济，加伫2050年程度有够的碳来抵消微软成立以来所制造的碳排放量。研发相关技术还未出现，估计将会真贵。伫未来4年投资10亿美金，5万新技术量早研发派上用场。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的贸易法定会议以及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这2日公布2019年经济成长的成绩，在以及着今年的经济展望。就算讲美国、中国这2大国有达成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讲，对全球的大环境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果，也是有真大的问题。联合国所属的贸易法定会议在美东时间16发表2020年世界经济状况甲展望报告。报告中指出，受到各大经济体中间贸易纠纷，也有中东这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2019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降到金融风暴10年来上低2.3%。2020年若是风险因素减弱，成长率可望小幅回升到2.5%，若无有可能搁再落到1.8%。The world continues to face a host of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trade tensions, escalat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elevated levels of debt, as well as increasing climate risks. The risks of a further deterioration i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re high. 联合国报告中也特别讲到第2大经济体中国。报告中指出，对2019、2020到2021年，中国成长率依次是6.1%、6.0%甲5.9%，迄是未来2年将是保六的关键期。
27，中国政府公布经济数字的同时，官员也有相关的看法。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中国2019年成长率是6.1%，是29年来上低纪录。为了达到保六目标，中国政府推出减税，鼓励银行放款予中小企业。温州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公债，用基础建设来支持经济成长率。不过同时，联合国也甲累积大量的债务列做经济前景的重大风险因素。伫中国国内投资意愿继续降低情况下，大量借钱推动基础建设来刺激成长，这个已经用了几10年的步数，效果安怎？依然是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国新疆永国再教育营，洪兴勇士纳粹大屠杀了后，规模上大的强制监禁行为，有上8万名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互列入去教育营，佮甲因洗脑。面对着这款种族压迫的行动，有欧洲的纪录片伫咧深入探讨中国这款无人道的歹代。甲某囝原来当靠手机实时联络。萨达姆后天，伊原本是一个维吾尔人，2013年变做澳洲公民，而且转去新疆娶某。想袂到因某在有心的时阵，中共当局伫2017年发起种族镇压行动，两个人怎安尼分开？伊从来无亲目睭看过得要2岁后生。All I want is live a normal life like Australia. Stay with my son, stay with my wife. That's all I want. Why does it be so hard to bring my wife and my son here? 差不多大个维吾尔人拢有亲友伫新疆互拘留关起来。欧洲纪录片《新疆再教育营》带观众探讨中共政权安那执行文化灭绝行动。新疆再教育营洪兴勇士纳粹大屠杀以来，规模上大的强制监禁行为，就8万名穆斯林甲少数民族互抓入去，强制灌输思想教育。就算是无互拘留伫营区的维族人，同款会受到监控。新疆阁互中国用来发展监控技术甲人工智慧。They did a 3D face scan, which meant that you had to have your face scanned from all directions, making different expressions on your face so that they would get a clear reading of all of your emotions. 真侪流亡伫外口的维吾尔人，因为挂心伫新疆的家属，往往毋敢对外发声。中国是对外讲，是要帮助受激进思想影响的人，互因搁较融入中国社会。因为安尼，即寡受害维族人决定要站出来，透过纪录片甲世界公开中国的恶行。嘛，希望世界各国会当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伫总统府举行国防部常务处长徐延璞进任上将的授阶典礼，这是国军历史内头一位有关自民血统的陆军2级上将。另外，蔡总统也讲到，中国的渗透甲打压，国军必须爱展现强的能力，也爱展现决心，让民众对国军有信心。总统蔡英文亲身将国防部常务处长徐延璞新任陆军2级上将，调任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蔡总统特别讲到，徐延璞有原住民血统，对军事史有代表性。首先，我要向徐上将表达肯定与祝贺。徐上将是我们第一位具有原住民血统的上将，他不但努力工作，更不放弃学习，坚持不懈，考上淡江战略研究所博士班，这种精神值得国军弟兄姐妹们效仿。徐延璞的妈妈是宜兰县南澳乡的泰雅族人，徐延璞有原住民血统，佫是国军头一个有原住民血统的上将。另外，因为乌英直升机失事造成前参谋总长辛义平罹难，蔡总统核定参谋总长由海军官校68年班的黄树光上将责任，刘志平上将接任海军司令。蔡总统讲，这几年来，中国继续打压台湾，鼓励国军强化能力，展现坚守不爱提决心，让国人对国军有信心。近年来，中共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以及渗透等方式来打压台湾。我们除了团结国人、一致对外，更要持续的强化我们的国防能力，让国人对国军有信心，看见我们国军对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接任参谋总长黄树光是蔡总统2016年就任了后第一个向核定晋升的2级上将。
因为蔡总统大力推动占领国造，有海军占领队长朱立黄曙光伫海军司令任内，嘛全力推动占领国造，向看做蔡政府国防自主重要人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大选，国民党是选输，党内也未招少年人话讲，爱互少年人出来换头。目前尚无有两派少年人讲要举办检讨会议，无就是辩论，正做是改革方向。另外，国民党透早也将党主席的补选公告打出来，代理秘书长詹明忠表示，改选甲改造是无冲突的。甲主席补选公告打出来，国民党要重新徛起来，就拄党主席补选开始，确定3月7日由全体党员投票选出新的主席，而且嘛做伙举办由全体党代表投票的中常委选举。代理秘书长詹明忠表示，国民党无闭关的权利，该选甲改造要做伙进行。中国国民党没有时间蹉跎，我们很快会提出相关的策略，或者是相关的方式。包括所谓的论坛，或者是要不要成立一定的改革策略委员会等等，我们都积极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越快越好。真侪人拢认为讲调整国民党的两间路线是一定爱做，若是青年团陈宏伦要规划举办青年论坛，结合共识，嘛要举办大辩论，找出会当去互少年人啊，有主流民意拢会当接受的新两间论述。针对这个部分，青年部嘛有动作。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闭门会谈，然后我们要归纳出党内有哪些应该要改革的方向跟事情，然后我们最后会拟出一个这个党内青年时代的革新白皮书，那包含针对党内应该要改革的方向，那我们也一起去汇整这些内容，那提出具体的建议，那交给接下来这个新任的党主席他来落实来执行。萧敬言认为讲，即马这个阶段上重要的就是青年世代爱放下成见，团结做伙，这会当对下在顶层来改革，若无改革，敢若是花口好尔。啊，若是国民党的9日共识，敢是有调整的空间。党内台北市议员地设区顶顶4个人，再若是去请教前总统马英九，马英九是提出4个前提，包括必须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民意支持等等，这会当互9日共识新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伫要到啊，在今仔日台中市劳工局也去做职业安全抽检，时间是对正月初3到2月初10，会特别针对化工厂、金属制造厂、营造工地较危险的等等行业来做抽查。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讲，若是去抽查人力不足，劳检只是做风看而已。今日要工厂内底，台中市劳工局稽查人员无预警来检查，有影发现工厂的机械无安全装置，作业中嘛无安全带等等重大安全的缺点，总共23项，转来开出42万的罚单。107年、108年各发生5件的治安的事件，那么今年1月13号又再度发生1件的治安事件，在去年发生的5件里面有1件是死亡的。台中市劳工局对1月初3到2月初10的春节职安检查，针对百货业、化工厂、金属制造厂、营造工地，还有物流运输业等等高危险作业环境进行稽查，总共检查158件，彩电11件，处罚117万。去年台中市总共发生40件死亡职灾，营造业涉入来的比例是上悬。原因是无做安全护栏防护措施。学者指出，固定的劳安检查法规是坐干那山咧，毋过检查完无够问题无解决，对劳工安全无保障。劳动检查员这个要落实啊，台湾法规很多，所谓安全卫生法规非常多，可是没有落实。另外，今年主要的稽查重点是针对金属业、机械业、制造业的切割业跟工伤职灾。厝顶作业的承担作业，要求包商爱甲管理做好，因为去年有铁片工厂火灾，造成人员死亡受伤，还有环境污染。即届的劳安检查，嘛来入去化学品、甲电气管制等等的项目，希望讲透过增加检查的项目来保障劳工性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过年，有人是烦恼无钱，有人是欢喜过年。伫后礼拜就要过年咯，目前停飞的远东航空也是欠员工去年12月薪水。行政院要求劳动部甲交通局伫拜四下晡爱甲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光基见面。结束了后，交通部也讲资方真无诚意。这个会谈的结果也正做敢要甲因开除牌照的重要根据。远东航空停飞已经超过1个月。目前还阁欠2000多名员工12月薪水甲加班费，
劳动部甲交通部民航局16下昼甲远航董事长张光辉见面，要求先解决欠薪的问题，并且妥善处理消费者赔偿事宜。劳动部甲交通部提出发部分的薪水，互员工好过年，也毋过张光辉并无做出承诺。从他怎么样处理员工的薪资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指标。那显然，他并没有展现诚意。那一再的拖延，那已经要过年了，所以我们才会说要求他呢先能够支付这些员工过年部分的薪资。林佳龙表示，张光辉如何处理劳资的问题，将是交通部判断远航敢是恶意停航，后续敢是废照的重要依据。根据民航法规定，恶意停航也佫涉及刑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展开调查，看到薪水都要欠过年，远航内部员工伫社群网站发文，感叹真侪人有家庭甲囡仔爱饲，佫无发薪水，感觉大家会失控。薪资账户冻结的这个被打开，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执行啦，因为也要看银行这边的态度，他没有压时间，没有压时间，薪资的部分没有压时间，没有。航空产业2年前，即将要伫后礼拜小年夜开航的星宇航空，早起头一摆伫松山机场公开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内装机身色调，凸显空服员制服的设计。目前星宇航空伫区域航线开航4条航线，包括澳门、越南岘港、马来西亚槟城、菲律宾宿务，目标2年内开航长程航线。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国际订房金网站调查一项全球前10名对人客上好的城市，其中台东是排伫咧全世界第7位，是台湾唯一一选的城市。调查显示讲，有75%的旅客甘愿爱有体验的民宿，无就是住人的人家厝，传统的饭店无一定是上好的选择。国际订房网站依据大数旅客回馈经验，公布全球好客城市排行榜。土耳其的格雷梅第2年连续冠军，斯洛伐克的塔特莱斯卡鲁门尼卡摕第2，越南风雅吉榜排第3，台湾的台东听就这份排行榜的第7名，也个领先纽西兰的提卡坡湖。很好，蛮客气的。我最近才来过。Very friendly. I'm very safe. All city very safe. 使用订房网站来预定台东大数的国际旅客，对当地风情、家庭情味真落落。伫全球自由行时行，旅客也定使用国际订房网站。调查显示，超过75%的旅客会选择民宿是公务来挖进当地生活。我们中山区的话，大概就是日本客人嘛。那其他南港或者是中正区这边，其实欧美客人都有。也毋过透过第三方平台订买，也发生未少消费纠纷。今年消保处收到全台200多件订房网站消费纠纷投诉。那最多的纠纷，第一名占50%，大概有一半大概是取消预订，还是被扣款。那第二个比较多的是，就是没有收到订房成功却被扣款，或是说被重复订房的部分。消保官提醒民众伫订房前要特别注意退订限制，避免争议。旅宿者表示，订房网虽然是有每笔订单大约18%的空米数，也毋过伫平台肯定确实有国际化的宣传效果。希望政府会当主动查缉平台上的非法房源，保障合法旅宿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听人讲晴的晴春天，雨的不拄天。根据着英国研究，全世界大城市的不计，台北市是排伫咧56名。不过，也有其他研究显示讲，假开市的程度是排伫全世界第8名。专家也讲，这就代表讲，台湾好业甲散车是愈差愈济。根据着财政部的统计，咱人平均收入上低5%，甲上悬的5%已经差113倍啊。高端消费有倒一寡条件，多数民众表示价小贵，而且不是日常用品。精品吧，透天那种豪宅啊。台湾高端消费价销到底敢有悬？根据瑞士保险集团调查，台湾客入前10大，高端消费价销全球排第8，香港全球上贵，其次是上海、东京、纽约、新加坡等，亚洲城市都占了一半。这份调查报告主要评比全球28个城市高端消费项目，包括主体、个人健身教练、精致餐点，也有钢琴。报告中特别讲到台湾钢琴价销上贵。
这个有总代理的问题，演奏式的平台琴，新的话它就会上50、60万，甚至会高达100-200万、200-300，甚至到700-800万都会有。钢琴业者表示，主要特定品牌也是高阶钢琴价数较悬，认为这份调查报告是真。也毋过，根据会计师表示，其实台湾金字塔顶端消费力强，高端消费价数自然无低，也个房价帮助也是主要因素之一。这也凸显台湾好业产价差距当年有多大。10%的有钱人拥有台湾44%的财富啊，1%的有钱人，顶尖的1%的有钱人，他拥有14%的财富剩下的90%的人才拥有56%的财富而已。亚洲主要城市香港、上海、东京高端消费价数更较贵，因为敢若一般的物价水准也是全球伫头前。也毋过，根据英国经济下行调查，台北市物价排伫56，算伫中方。也毋过，平均薪水所伫无悬，民众的生活压力未小。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伤魂袂无去，毋过会正做咱日后的假死。国家人权博物馆有列出白色恐怖时期发生代志的地点。包括台北的东本愿寺、苗栗民主猎鹰公园、高雄凤山招待所等等，拢总有45位。透过艺术的表现，让民众知影，咱爱向前行，也爱做伙来承担。直接放在地图上面，就有点像拼图的感觉，所以民众可以边吃的时候边指认出位置。参加国家人权博物馆不计位置展区的创作者是应用甲一片一片的巧克力豆写做无同的形，搭伫地图面顶，表现出戒严时期全台湾普遍逮捕、侦讯、关押、监禁、枪决的事件。希望用100%可可比例巧克力豆，让观众体验政治受难者伫咧黑暗时期所感受到的苦涩滋味。2017年，台湾订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了后，国家人权博物馆列出白色恐怖时期不计为止的事迹点，包括台北东本愿寺、高雄凤山招待所等等，总共45位。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民众用不计为止来做创作的题目，希望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过去国家用不同手段甲体制、系统性的伤害人权等等的不义作为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嘛希望讲会当转化这段困难的历史基地。我们用桌游的形式，我们希望说让大家透过玩跟互动、角色扮演的方式，我们才看见说有非常多的伤痕，不只是纸本上的，它是真的是用脚走出来的，是看得到、触碰得到的。过去的这段历史所发生的种种事物，成为台湾社会未来发展的一段公共记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不计为止空间历史推广展会到4月份结束。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讲用创新的艺术方式，推展转型正义，也有文化反省记忆工程，互无同的世代透过创作认捌白色恐怖历史甲转型正义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高雄基顶钓到这世界上上解毒的塔壳南环石鸡。虽讲讲是真细只，伊美丽外表却是互伊有真毒的身躯。民众竟然阁伸手甲伊摸，有影是真好大胆。有专家也讲，若是选互这款塔壳加钓，是效果不堪设想。因为风钓起来，这只身躯有大地蓝色斑点的石龟伫咧涂骹白，钓客伸出手吐伊的头，还阁将伊变过来摸伊的手。这名钓客朋友看到影片，赶紧放起网络，呼吁大家千万唔通安尼做。嘛庆幸伊好佳在无死，因为这种外形色、色地娇艳的蓝环章鱼是世界上同毒的生物之一。它的毒液都在它的唾液腺里面，所以它要咬人，那个毒液才会就注射到人体里面。但是它其实它的体内也有河豚毒，所以你也不要去吃它。学者表示，日本曾经实验，以蓝环章鱼1公克的毒，会使杀死8600只的变鸟鼠，相当172公斤的动物。全世界有10几种的蓝环章鱼，台湾2种主要生活伫咧大洲海化，因为全身拢是毒，而且体型同细只有2-3公分，无经济价值，就算互掠到嘛会放生。一般民众无简单看，但互夹到可能无命。很剧毒啦。伊的毒比眼镜蛇较毒啦，系啊，所以大部分阮遮佫无人钓过啊。阮钓鱼啊，阮捌的，这种鱼啊，阮捌，阮敢会去摸，唔捌，阮袂去摸。专业钓客表示，为着钓鱼啊，拢需要研究有毒的生物。大多数钓客嘛知影蓝环章鱼，嘛呼吁一般民众拄到无熟悉海洋生物，同好莫伸手摸。记者王家川高电视台报道。
伫南投的喜地乡有一个人因头饲一只狗，佮饲一只鹅。本地认为讲狗甲鹅会冤家相搭，想袂到因感情说是真好，咱也做伙来看。鹅甲狗开刀做伙，南投喜地乡有一口罩，厝内底饲的鹅甲狗感情是特别好，甚至会相争主人甲疼。现在很会争宠，所以说如果说抱着鹅也好，还是抱着吉普也好，他们两个就会互相攻击。主人一手抱鹅，一手摸狗啊！这只鹅原本是封关起来，不过有一天煞家己走出来，无意中和狗变做好朋友。鹅原本是把它关起来，它自己跑出来，就跟我们这只狗两个就黏在一起。虽然因有家己无同的生活方式，不过嘛因为狗嘴模样，受到真侪借路经过的人介意。晚上的时候还是睡在一起，但是只要看到有人的时候，还是说有游客就会互相争宠。主人表示，饲鹅最宠物除了外形是互人真介意，也因为农村野蛇是真侪，饲鹅会当防止蛇走入去厝内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若去到屏东的家当，会当看到有人甲图画伫壁顶。原来这幅图就是一个真出名的法国造壁艺术家的作品。屏东家当三山国王庙头前的壁，竟然有一幅大型的艺术创作。其实这是法国艺术家 Paul Brousse 经典的作品《古人造壁》。法国的艺术家他有带6幅作品，想要离开的时候，他想要留在我们台湾。透过米威艺术的介绍，他就实地上来嘉东走了一趟，他感觉到嘉东非常好，很适合他放作品。Paul 透过人的介绍来到嘉东，专去爱到这个充满客家文化和历史古迹的所在，所以决定把伊300个作品留伫老家的壁顶。理事长讲 ，Paul 伫全世界真侪城市拢有留下伊的作品，总共有3000多幅，而且大家古人造壁拢有无同的特色。Paul 是在世界开始参展，包括在德国的柏林、匈牙利布达佩斯，整个全球的各个城市里面展览他的一个巨人作品。总共现在目前有3000多幅，每一幅的作品里面通通都是不一样。理事长强调，在地化就是国际化，连法国的艺术家拢这么介意嘉东，在地人应该爱如珍惜这片土地。伊嘛希望透过法国艺术家和嘉东的这段故事，会使互客家庄内这座我的博物馆愈来愈出名。记者综合报道。电动冰行车赛格威伫2020年的消费电子展有出新型的出来咯。因的设计概念是利用电影内面真派的水钱游园车，明年开始消费者也会当买到啊。民众伫2020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试坐赛格威上新的产品，固定运输座舱 S-Par， 外形看起来像一个2型的电动轮椅，有2个链仔碰椅，会当自动调整平衡。民众只要控制滑手顶的圆形开关，也是另外一个滑手顶的智慧平板，就会当轻松操控方向、控制速度，也佫会当驶。So we have the Segway S-Pod, which is a concept model that we are introduc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CES this year. S-Pod 重量大约330公斤，速度每点钟达到38公里。不少人感觉伊的外形甲电影画里中的太空船内的座舱真亲像。不过，赛格威表示，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电影《侏罗纪世界》的水晶游园车。That was actually a little kind of something we're not expecting seeing. Well, in the near future, it's going to be mostly in enclosed campuses. 赛格威表示 ，S-Par 今年第3季将推出予企业客户，计划将甲机场、购物商场、主题公园等机构合作，明年才会开放一般消费者买。We do want to, see this mayb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once, we add a cover, more safety features, adjust the top speed based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is could be essentially in the bike lane. 此外，赛格威也计划将改良 S-Par 功能甲外形，希望成为咱人未来的交通代步工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仔载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寒，台湾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明仔载天气要变寒，雨啊就赶紧摕出来抹。日仔后的天气，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2度到19度。
中部地区对12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3度到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19度。抑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瑞士看人伫咧厝边，也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你时间，咱再会。Thank you.